今日国日节，台中市南屯区这个万和宫准备3000份传统的手食麻芛汤，要民众免费去体验苦中带甜的口感。有真的乡亲去排列厝来领这个麻芛汤来啉。除了有美食通食，嘛有真侪人依照传统的习俗呢，取这个五时水要祈福消灾，也是讲要招财运。台南市宝生大地庙方嘛特别开放尘封100年的古井，民众会自由呢去取用，或者国日节呢充满着真高的人情味。民众排甲落长，队伍强要看袂着屁，大家拢是为着要食这一碗在地美食麻芛汤。台中南屯万和宫庆祝国日节，庙方准备3000份的麻芛汤，这是台中特有的传统美食，互民众食遍钱嘅。口感的滋味，食落心凉，鼻头开，囡仔嘛真喜意。滑滑黏黏的。Q 地地鱼丸汤嘛真受欢迎，国日节毛滨将的照红烧内底五时水。昆林北港这座龙井伫咧朝天宫边的餐厅内底，当年也无庙，只就已经井水，民众在涂骹放真侪种勇气摆推，但要滴水是因为。辟邪是最重点，然后平安就是有需求祈求圣母保佑。为台中内民众强调，妈祖保庇的古时水，除了会当摕来煮饭，全家食平安，有这个用途。小孩子如果生病可以用，然后补脑。到了毛河西关公的庙，互民众内底古时水，佮来看南投玻璃爱兰大地，才毛水真清气的地下喷泉。中岛民众洗车来个车底古时水，想要招财。个零钱啊，煮滚，让它滚，这样用瓶子装起来，放在财位上。有人求平安，有人求财运，大家心欢是保烧香。台南生活宝生大地庙头前，这座风100多年的古井重新拍开，民众会当自由滴水消灾解厄，嘛互肉粽节加做高的人情味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